大家不知道在自己的 LINE 里面有没有加疾管家哦这个账号？如果没有的话，欢迎加一下台湾 CDC。那如果有的话，请大家打开疾管家的账号看一下，那会看到在它的右上角已经出现了一个叫做实联制扫码这样子的功能。那如果打开这个功能，再指到我们简报上一页的那个行政院新闻中心的简讯实联制的条码的话，理论上5秒钟之内应该是会扫得到。然后如果扫到的话，应该会自动跳出简讯的程式。那只要按送出，那就完成了实联制的步骤。那我在这个画面先稍微再停一下。就是第一动是扫码，当然如果用比较新的手机，其实很多相机已经内建扫码的功能，那也可以，不一定要疾管家。那第二个是按下上面的连结，那个连结会长成像传送简讯给1922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再按送出，然后就完成了实联制的操作。好，我刚刚这样讲应该超过5秒钟了，所以大家可能应该操作完了，所以我们就再往下。好，那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如果你是店家的话，你要确认2件事情，一个是说刚刚就是送出的那个简讯，它的受话方式1922；第二个是说你的电码有放在那个简讯的内容里面，只要这2个完成了，它只要按送出，那不会有什么讯息回传了，现在它就已经完成实联制的动作，你就可以放它进场了。好，下一页。那刚刚提到的疾管家这个附加功能，我们现在已经上线。那这个要特别讲的是说，它只会扫传送简讯到1922的 QR code， 简讯传到任何其他号码或者是不是简讯的任何 QR code， 这个功能都是不支援的。所以可以说这是我们专属的一个扫码程式。那 LINE 内建的那个扫码程式加朋友的那一个，目前并不支援传送简讯。所以如果你在 LINE 里面的话，就是要用疾管家。再往下。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他用的是就是翻盖手机啊，不一定有后镜头，就算有也不一定能扫 QR code。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请他，如果你是店家，请顾客打开他的简讯程式，手动输入1922作为收讯方。然后呢，在内文的栏位呢，因为那个店家码其实是印在我们的 poster 上面的嘛，印在我们的海报上，所以你就输入像我们这边11112131415617，中间有空白，后面有空白，有几个空白都无所谓。然后呢，再按送出，那这样子也完成了实联登记的程序。所以，除非完全没带手机了，那就去用纸笔。但是只要有手机，只要连得上通讯网络，那应该都是可以完成简讯实联。请再往下。那这里要非常感谢5大电信就是不管是店家还是顾客都不会付出任何简讯费用。如果你的手机的内建程式说可能会产生简讯费用，你只要按知道的就可以了。事实上是不会收这个简讯费用的。再往下。那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1922是一个简码。所以你实际传送到的是传送到你的那个电信业者，也不是说集中到中华电信，所以它也没有往内往外的这种互通的这个问题，所以才有可能完全免费嘛。那这个情况下，你就既不会留任何个资，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如果大家有试过一次的话，你的名字什么都不在上面，没有任何你需要填写的部分，所以店家不会收到任何关于你的个资，而你的电信业者也只会知道说，你几点几分传了一个简讯，然后简讯的内容是这样，只有这3栏。那这个记录，因为你的简讯内容里面有说本次实联简讯限防疫目的使用，其实就算你没有说，它也只限防疫目的使用，因为是1922，所以在28天之后一定就会被那个电信商删除掉。所以这个是完全只为疫调使用，你这样子送出之后不会因此就收到什么广告啊，什么其他的东西啊，往下。那我们已经建制好了一个自助式的申请系统，它的网址可能大家有点眼熟，因为这就是口罩实名制的网址。基本上这个系统就是在就是 G0V 临时政府社群礼拜天讨论出设计，那礼拜一进行开发，那开发就是麻烦1922中华电信、eMask、官贸，然后以及刚刚提到疾管家这3个团队，礼拜一完成开发，礼拜二测试，那现在跟大家分享。那所以现在这个网址呢，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去申请自己的 QR code。那这个网址呢，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开放，麻烦下一张。
那其实公部门的部分，待会儿部长会补充啦，特别。